恢復會議。你哋翻唔翻埋位？你哋唔翻埋位啊嘛？我想問你記唔記？但係如果你哋唔翻埋位咧，我就會視你哋為行為不檢，擾亂呢個會議嘅秩序。我請秘書咧係記低所有離席嘅議員嘅名稱。黐線嘅你有乜資格中止議員詢問啊？陳志全、黐線嘅黃碧雲、梁國雄、李卓人、小心，坐埋嚟先。張超雄、陳家樂、我有權問問題。范國威、我有權問問題。毛孟靜、繼續提問。黃偉業、傾咗嗰個提問安排先。你有乜資格做主席啊？俾個提問安排。冇，冷靜少少。我再讀一次嚇。喂，我而家問你有乜要提問啊？你再讀一次做乜啫？如果你有繼續提問，我都問佢你邊個議事規則話要講2分鐘就唔好再問啦。邊一條議事規則話俾佢整爛咗啊！每人講2分鐘之後係唔可以再問？陳鑑林，你而家讀議事規則出嚟，你讀到啊？你叻！我要求繼續提問啦。我再讀一次名稱嚇。黃碧雲、范國威、毛孟靜、我問你啊，陳家樂，邊一條議事規則係話每議員問完2分鐘之後唔准再問啊？陳鑑林，反對主席。陳鑑林，我問你邊條議事規則啊？最後一次話俾你聽，翻埋位。如果你唔翻埋位咧，我將你視為暴亂。請你哋離開會議室。我想知道有提問啊！你叫我翻埋去，如果有提問，要翻埋去，可以提問，我哋咪翻埋去咯。你有冇講係咪重開？請你唔翻會議室。提問權，我哋嘅問題咁啫。你答我再唔翻啦。我哋可以提。好，我哋翻去先。就請你哋翻出嚟，因為高容出嚟㗎。30個波啊！點樣先？你係咪該放嘅討論先？係我行翻去。開放討論。你收唔收翻嗰個？我就收翻埋去。你係咪？你收不收回？議員發言2分鐘之後就要進入37呢嘅表決。嗱，陳鑑林代主席，呢個就係問題，呢個就係關鍵。各位睇住，呢個就叫陳鑑林。係佢別錯心裁，違反議事規則，規定議員發言2分鐘之後就37呢討論。我哋只係一個好卑微嘅要求，叫你收翻你嗰個決定啫喎。我哋係一個好卑微嘅要求嚟嘅啫喎。嚇！應該做嘅嘢。我哋係一個好卑微嘅要求嚟嘅啫喎。講乜嘢啊？講乜嘢啊？黐線！陳鑑林佢都問你，呢一條議事規則係話議員要發言2分鐘之後，主席就唔俾佢發言嘅。你讀出嚟。我而家宣布休會15分鐘。好，你同我傾啊！